佛說療治病經，唐三藏法師義淨譯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開經偈：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如是我聞，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大城竹林園中，以大拔初眾500人俱。是有眾多拔初身患治病，形體形壽，痛苦形纏，於日夜中極受憂惱。是具受阿難陀見是事已，藝世尊所頂禮相續，在一面立，白言：世尊，今王舍城多有拔初身患治病，形體形壽，痛苦形纏，於日夜中極受憂惱。世尊，此諸治病云何救了？佛告阿難陀：汝可聽此療治病經，讀誦受持，繫心勿忘，亦於他人廣為宣說。此諸治病悉得除差，所謂風治、熱治、印治、三合治、血治、腹中治、鼻內治、齒治、舌治、眼治、耳治、頂治、手足治、脊背治、分門治、遍身之節，所生諸治，如是治流，悉皆乾燥，墮落消滅，不差無疑，皆應誦持如是神咒。即說咒曰：達智他、阿難帝、阿難密、舍利比、舍利、舍利、摩揭十支、三婆八度，娑哈。阿難陀於此北方有大雪山王，中有大娑羅樹，名曰難勝，有3種花，一者初生，二者圓滿，三者乾枯，又如彼花乾燥落時，我諸拔初所患治病亦復如是，勿復血出，夜勿膿流，永除苦痛，悉皆乾燥。又復曰：常誦此經者，得宿住智，能憶過去7生之事，就發成就。娑哈。又說咒曰：達智他、三密、三密、舍三密、三摩尼、舍三尼，娑哈。佛說是經已，是具受阿難陀及諸大眾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